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李易老師。上一集我就同大家一齊啦去討論咗乜嘢係真正嘅譯碼，咁見大家嘅反應咧都唔錯嘅。咁今次咧呢段視頻裏邊啦，咁我哋就再嚟討論多一個嘅神煞，希望俾到大家更加多嘅啟發，又或者令到大家更加好咁樣啦去理解每一個命理嘅單詞嘅背後含義。咁今次啦，我哋講嘅係啲乜嘢呢？咁就不如咧一齊嚟討論一下桃花，又或者我哋叫做咸池桃花。如果你係單身嘅話呢，咁就一定要睇晒呢一段嘅影片啦。如果中意喺影片上面所講嘅內容，記住俾個 like、share 同埋撳埋旁邊嘅鐘仔，仲有 follow 埋我嘅 Instagram， 咁你就唔會錯失頻道上面最精彩影片同埋八字教學內容啦。好，咁我哋就開始啦。咁八字論命咧，就不外乎咧運用天干地支嚟做一個嘅論斷嘅啫。咁天干咧有10個，地支咧就有12個。畫面裏邊咧呢12個字就係地支啦，而地支裏邊咧，坊間好多時咧都會將其中4隻字劃分成為桃花，因為一共係有4個嘅地支，所以好多時咧都會被稱為4桃花。但係咁樣去理解桃花嘅概念咧，係唔完整，而且咧係較為粗疏嘅。咁4除以12係等於1/3。咁用呢一個方法去睇啦，咁有桃花嘅機會咧都偏高嘅。桃花又或者咸池桃花同驛馬一樣嘅，係一個神煞嚟嘅。所以咧，大家理解嗰陣時咧，唔應該直接以地支去看待佢。係需要將佢轉去另外一個嘅維度去睇，每一個地支會按自己嘅屬性啦，指向唔同嘅神煞。如果大家喺網上面查嘅話咧，12地支嘅桃花神煞嘅指向咧，正正就係子午卯酉之上啦。子午卯酉呢4個先至係真正嘅桃花位置。咁重點嚟啦，咁點解要係子午卯酉先等於桃花呢？而唔係寅申巳亥係桃花？又或者係點解唔係辰戌丑未係桃花？係咪一個嘅原因呢？咁下一步我哋就一齊去探討一下啦。要理解子午卯酉係桃花，我哋係需要知道乜嘢係地盤。地盤呢，其實係一個玄學家嘅方位圖嚟嘅啫。咁佢呢嘅用法咧，就有啲似現代人用嘅指南針，即係大家睇嘅東南西北，只不過係咧將8個方位啦拆成12個方位嘅啫。呢一個嘅地盤咧，除咗細化一啲嘅方位之外啦，咁佢咧亦都會包含大自然嘅季節喺裏邊嘅。綠色寅卯辰咧就為之春天，紅色巳午未咧就為之夏天，黃色申酉戌咧就為之秋天，藍色亥子丑就為之冬天。春夏秋冬屬於大自然嘅周期嚟嘅。每一個嘅五行周期咧，都會喺呢一個地盤裏邊運行嘅。以火嘅元素為例啊，要有火嘅元素出現，就一定需要有木先至可以，因為木生火啊嘛。咁所以咧，火嘅起點咧喺呢一個嘅周期表裏邊咧，就一定係喺春季呢一個位置度揾嘅。咁你唔會喺冬天水旺嘅地方去揾火噶嘛，因為一定唔會熄嘅。寅卯辰係春天，咁所以咧，火嘅起步點咧就一定係喺寅呢一個嘅位置啦，因為佢係排行喺第一位。呢一個位置咧，我哋會稱佢為長生。之前我哋都有提及過啦，咁地盤咧係五行嘅周期嚟噶嘛，而喺易學嘅角度上面咧，呢一個周期我哋會以人嘅一生嚟做比喻，係擬人法，唔係講你嘅一生啊。記住係比喻，
重要嘅嘢咧係要講3次，因為咧去到最後咧你就會明噶啦。呢一個嘅週期每一個階段分別有長生、沐浴、冠帶、臨官、帝旺、衰、病、死、墓、絕、胎、養，一共係有12個位嘅。我哋係會稱呢12個位咧為之12臨宮。了解咗地盤同埋12臨宮之後啦，咁我哋就一齊去討論一下桃花啦。到底喺五行嘅角度裏邊，人生係喺邊一個位置咧可以被理解成桃花呢？首先，我哋要知道桃花唔單單指向姻緣又或者感情嘅方向，其實咧佢亦都包含住人緣嘅。只不過係大多數人咧聽到桃花兩個字啦，腦海咧就自然投射到去感情嗰個位置。咁人緣好咧，原來都係桃花嘅一種嚟嘅。而點解人緣會好呢？咁例如做生意嘅 A 同埋 B 兩者咧都提供同一樣嘅服務嘅，同一樣嘅價錢，但係客人咧就係揀 B 唔揀 A， 主要到底係乜嘢嘅原因呢？就係嗰份嘅感覺啦，而咸池桃花嗰個咸咧，就係講呢一份嘅感覺，一種想去關顧某一對象嘅感覺。被關顧嘅位置咧，喺12臨宮上面咧，就係小朋友啱啱出世，然後沖涼冇着衫嘅嗰一個位置，就係沐浴嘅位啦。即係你想拎件衫遮住佢嗰個狀況，就係人緣桃花所在嘅地方啦。跟住落嚟咧，我哋就一齊去推以火嘅五行為例子啊。火嘅長生喺人呢一個位置，接住落嚟我哋繼續數長生下一個位置就係沐浴啦。咁原來咧唔使數太遠，一步就已經到位啦。如果你細心翻查所有嘅地支所對應嘅神煞咧，你就會發現人午戌火局，即係火嘅五行所射向嘅神煞桃花位咧，啱啱好就係卯嘅位置。所以啦，火嘅五行咧喺卯嘅位置咧就係桃花位啦。唔明白唔緊要，做多一次。如果我哋今次係論木嘅五行啦，就一定係喺水旺嘅位置揾長生嘅，即係亥呢一個位。而同樣地咧，去數12臨宮嘅位置就係長生，下一個係沐浴啦，咸池桃花位。所以咧，木嘅桃花位咧就係子啦。我哋又再嚟確認一下亥卯未木局，即係木嘅五行所投射嘅神煞位置啦，啱啱好就係子嘅位置啦。所以木嘅五行啦喺子嘅位置咧就係桃花位啦。當你用我教嘅方式啦，整合所有五行嘅桃花位之後咧，就會係水嘅桃花係喺酉，火土嘅桃花係喺卯，金嘅桃花係喺午，木嘅桃花係喺子。咁你而家終於明白點解桃花唔係喺人身自害，而係喺子午卯酉裏邊啦。子午卯酉係神煞嘅四桃花，大家可以理解到啊。但係佢咧其實係用嚟比喻五行嘅狀況嚟嘅。咁之前咧就提咗大家3次噶啦，係比喻五行，唔係你睇嘅維度咧係完全唔同嘅。除非你係姓伍叫阿恒啦，咁如果唔係嘅話咧，就唔可以直接套落去你自己嘅人生裏邊嘅。咁解釋咗子午卯酉唔可以直接套用到一個人嘅人生裏邊啦。咁姻緣咧到底要係點樣去睇嘅咧？而家同大家一齊去講解一下。如果閣下係女士嘅話咧，揾感情桃花咧就一定要睇官殺性男。咁天干地支同自己日元嘅關係咧係克我者。
咁當你打開自己個八字啦，揾到自己嘅日元啦，克自己嗰一個五行出現咧，就有機會嘅啦。咁例如好似畫面上面呢一個例子啦，咁甲木日元見金同流年太歲之間咧，就出現金去克木，就有機會出現感情狀況啦。但係咧要記住，唔係因為子午卯酉有嘅位置所帶嚟嘅桃花，核心嘅觀念咧依然係屬於克我者金去克日主木官殺星所引發出嚟嘅。相反，如果閣下係男士嘅話咧，揾桃花咧就一定要睇財星啦。咁以日元對應嘅關係就係我克者。咁打開自己個八字啦，揾到自己嘅日元，自己所克嘅五行就有機會係姻緣啦。例如好似畫面上面嘅例子啦，辛金日元見木同流年太歲之間啦，出現辛金去克木，就有機會出現感情嘅狀況啦。但係同樣地啦，重點記住，唔係嚟自於子午卯酉卯桃花嘅神煞所帶嚟嘅核心嘅觀念啦，依然係我克者日主金去克木財星所引發出嚟嘅結果，相信咧就唔難去理解嘅。所以閣下想揾自己嘅姻緣咧，正確嘅睇法咧，都係用官殺星同埋財星同自己本命嘅關係。單單睇子午卯酉咧，每3年一次嘅桃花姻緣咧，好有可能咧令到你嘅期望咧就會落空噶啦。咁令自己錯失一啲正緣嘅機會。我嘅八字課程咧已經招生啦。如果大家對我嘅八字系統啦有興趣，而且想學識睇自己嘅未來運勢，無論係自己嘅事業又或者個感情，咁都歡迎大家嚟 WhatsApp 我，又或者係瀏覽呢一個嘅網址，獲得更加多嘅開課詳情。今次呢啲視頻去到呢一度，如果中意今集所講嘅內容咧，記得俾個 like 同埋 share 出去。之後我會同大家分享更加多玄學上面嘅知識。多謝收睇，我哋下次見。拜拜。